后来为着要有效来控制住疫情，各国的政府拢祭出着无同的政策。台湾是用手机啊定位来追踪着居家检疫者，若香港咧是来发放着检疫手环来掌握。讲有志工伫花莲的七星潭来发现一条来自香港的检疫手环，这一路漂洋过海700公里远来到台湾，毋但造成海洋的污染，嘛正惊会因为安尼来引发着传染。花莲七星潭岸边有一条手环，顶面有写“吉安控疫4字”，看一个人已经有条马牙啊。专家判断讲，这条手环上少伫海上漂流2礼拜到3礼拜以上，伊路线是为香港到台湾的东岸漂流差不多700几公里。从今年的疫情影响开始，我们捡到比较多的是口罩，但是这个防疫手袋的部分是还没有发现过的。那特别是就知道这个防疫手袋，其实远从香港飘过来，那这样子的一个距离，其实是让我们感觉到更惊讶的。这条检疫手环是香港政府用来追踪居家检疫者的动向。伫去年底发放41万条了后，其中敢若27000条会使重复使用，其他手环嘛免回收。完成检疫后，就会使家己加掉、淡掉，要么即马竟然漂流到台湾的海岸，毋但造成海洋污染。民众嘛烦恼讲，病毒敢会安尼漂流过来？在海上漂流了可能2个礼拜左右的时间了吧。就算这上面有任何的病毒，大概也早就死光了。岸边的塑胶杆仔、外包装有印简体字，对来香港的检疫手环，花莲七星潭的海边，也有来自中国的本事，或者志工真无来伫讲，台湾家己的本事到底扣袂了啊！即马还佫有漂洋过海的废弃物爱处理。